大家好啊！我今日呢來用人新水果，今日呢係黃手上嘅羅子款，黃沙出通氣，前面堂哥，大家看下喎，要買新鮮喎。前面買貴氣。慢慢地走下左方左邊青龍橋啦。今日係呢做生意噶，大家看下嘅新鮮係個新鮮啲，啲現場啲唔新來嘅啲噶，周嘅。大家看下嘅浪頭幾係買新鮮，我呢邊幾係買新鮮，幾隻要買新鮮，係嗰幾隻要買新鮮，攞買新鮮攞嘅啲啊！大家嘅款式唔使內容噶，最高峰嗰啲4個日啦，最高峰4個日，放大俾大家看下。內容係個碌龍啊，其他網龍全通，仲埋啲嘅轉一度計嘅幾度呢？嘅企龍站關之地。花湖邊呢係除了夏天來結嘅啲噶，天龍山除了夏天啊，看清楚內容放下啦，個內容噶啦。大家分清楚嘅新鮮喎，弄到做暴天風格，唔到係弄到暴天風格呢，你款嚟錢，你動得幾新鮮乜嘅用？全買片夾度，睇間款，幾兩話新鮮啊嘛，新鮮啊！睇間要款幾袋新鮮啊嘛，新鮮呢？連提嘅人大家也喜歡，就啲嘅重量夾啦，而冇喜歡呢，你就覺得呀咩幾新鮮啊！唔講個彩啊，唔去彩喎，你來山場看下啲喎。其實盡量拍湖邊，唔會用噶。其實是獻上了造謠，咪款錢嘅喎，新鮮喎，其實新鮮蚊嘅款喎，大家款啦，款做要換戶啦。每種背著啦老頭啊，大家來看過嘅人一啲嘅，
要得唔得狗糧爪牙又冇涉及到㗎。但係啲事看嚟㗎，每種撥做呢phạm咗人員嘅時候都攝住要重彈，而靚嘅體態都每種撥做之處㗎，大家也是歡欣賞，就知每種撥做啦。大家分清楚喎。放題每種撥做地方搬大家看下。嗱，冇講啊，總之冇用啊，我每種撥做啊，放題搬看嘅，要盡堂曲，堂曲也是顧而家都新鮮，買片嘅，也新鮮買片嘅，你就知啦。嘅啲除了夏天來嘅啲嘅喎，後靠你唔使喎。浸粒白劇，當個白劇止汗咯。呢啲夾曲冇錯得咧，呢啲夾曲啊，大家看看嘅路上有啥咪啊？左邊青龍坊啲重回復嘅，主角算唔使回復。某房站喺睇上來，唔使而家冇價度噶啦，我度佢呢某要冇敵咯，但係要買先冇敵嘅。老話講啊都，又加邊間日睇住係蠢龍炮啊，其實而家冇換塔啥，啲唔會睇住蠢龍炮，冇就冇用啦。嗰陣呢妖坊呢，啲日子冇人啦，就冇改嘅新鮮度咧。梗係啦，呢大家就可以來用人嚟選刪除個選上嘅。要得我冇必要講嘅，嘅啲用嘅傳曲，主流夏天，龍流部聽風格，唔得風格啊！你看啦，360轉得過，你分清楚就得啦，你冇到唔使切身，叫身就緊，嗌又冇講嗌石，冇事攞我講到啊冇用，唔分清楚使錢得啦。中華觀念風去啊！這門春竹圍巢啊！大家看下新鮮放題本，看下新鮮嚟啦，面上咪隔曲回復。龍流步車風格就同啊！謝謝大家選擇啊！要乜撥續資助大家呢粒評論區評論第一眼冇涉及到嘅，大家參考下，謝謝大家選擇。